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部26号高雄山区侪路段未通，屏东舞台船长坐怪手卡打过溪送药单。台北捷运北门站有旅客坐电梯，电梯煞一声大声，随快速降落，旅客惊到加载人无代志。花花现金1万，行政院表示会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有媒体曝光是要加入排富条款。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蔡有心。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南部是16号。高雄山区这路段因为水泵山，也是讲溪水涨悬来袂通。市长陈其迈就建议行政院甲这回大水河入去达纳西风台，灾后复原特别条例范围内底。也是在真严重的，阁有屏东雾台这边哦，迄水是真错流。船长就坐伫咧怪手的脚踏安尼来过溪，甲船民送药单，互因有法度摕药啊。土石水一直下来，水势正错流，大水甲本来溪沿岸边的土石拢乌甲空去，溪边的土地公庙的庙基也强要互伊冲下去。高雄的山区继续落大雨，那固定上山入口这2天一直有土石流，未付会清。陆续有清风，可是还是要一直滑落。这种状况在持续大概2、3天左右。那古几落的这站西山累积雨量拢超过400毫米，大型机具继续特别清。市长陈其迈也到6股的中型里保内顶地勘灾，了解灾情加灾损。安置是3104人，这个也破了我们高雄市在水灾这一个记录，也是可能还会再持续到今天的晚上。山区几条道路拢未通，灾情正严重。陈其迈再去参加中央河河应变中心会议时阵，建议甲控制200河河列入丹那西风台灾后复原特别条例适用范围。交易馆长王忠良希望中央到3共强化补助阿不了大白。排水的问题，那包括征讨来的怎么样让征讨的淹水，都会纳入到我们系统化的思考。那呈报中央争取经费，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嘉义县的抗洪能量越来越强。嘉义沿海到山区状况正多，除了阿不了大白有满载危险，嘉义阿里山乡新里村一条龙路，受理到一半阁发生土石流停来，德邦加李家村飞机公所的巴沙那连路道都变成一条溪，几条路有碧笋落落去，可能会走山。已经下了7天希望我们乡亲出入的时候，我们非必要不要出入，还是要注意本身的安全。村长坐伫咧怪手的车道，怪手冒险飞过雾台2号桥桥卡，水正错流，伊是要送药单，互村民会当去摕药啊。屏东雾台大埔村内4月拢淹水，楼梯变瀑布。部落的青壮年，大家都秉持着守望相助的精神，在最短的时间内，都可以给予需要协助的家庭来去做一个帮助。那现在水就阮后山这个瀑布。到尾了山，现在水拢爱经过阮这头前，水正加，但是排袂出去。前一天就淹水的高树乡新丰村，水沙淹甲更加严重，看到厝附近规敢若变做湖，村民正无奈，希望雨会当赶紧停，互因会当赶紧清理厝内。记者综合报道。要做大水的，阁有森林倒烂，因为大湖口溪涨起来，造成差不多300户来淹水。将军里这边有旧厝倒去，一个富林人着升上病院。也拿来嘛，因为这个溪水涨悬，甲铁基路引起地势倒落，甲离水这中间呢，火车是无法度来行，到甲下晡5点才双向通车。规条路拢是黄色土水，有民众摕沙包挡伫门口，就惊水继续淹到厝内底来。云林县斗南镇建国3路，因为拜六到礼拜大雨一直落，造成斗南镇南边的大口溪涨起来，溪仔水倒流，山下袂赴，造成大约300户淹水。这附近是只要大雨就淹，因为这种落雨毛水嘛，表示就是溪内底倒灌去来阮的室内迄个排水沟，造成淹水。所以这个问题因为有几届啊过啊，我嘛足清楚的。但是一直拢还未想到改善的方式安尼。
今仔斗南镇将军里一间真旧的技师啊，敢若袂当的大雨一直落，初三下晡点外钟向倒来，厝内61岁姓吴的护林人互插头跌掉咧，赶紧救出来送病院。来，好，小接住啊！来，经过这个风太好咧吼，啊，已经有半倒啊，所以而且是大雨搁淋落，内底可能泡，全规会陷落。因为大雨也搁咧落，林内乡斗六东溪也涨起来，大水嘛淹过桥面。下晡3点外，也甲林内火车站内底铁轨路拢淹过，造成斗六甲丽水中间双线暂时袂通。大体4点启动公路转盘车，后来淹水退去，第5点才恢复双向通车。我们林内20间路线因为溪水造成已经淹没轨道，那就是造成路线不好。另外，苗栗热门的登山步道火焰山最近受大雨影响，包含1.5公里、1.8公里，也有2.1公里的所在，拢发生较大面积边坡崩落。火焰山登山协会志工最近陆续加设安全的警戒锁啊，林业署也已经采白啊警示，提醒山友莫越界，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好，行政院长倒英台早起是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了解各地救灾的状况。倒英台讲因为这阵嘛风雨灾情是真严重，行政院会来通过大型防水的计划，这个计划头尾是4档。也当那是风台灾后后援特别条例卖来通过，全力协助地方来重建。经过初二地灾性大雨的侵蚀，雨水冲入去台南新市区一栋公寓地下室的停车场，挡水帮拢无法度动，正几点真久，地下室10台车拢浸入咧水内底。7、8点7点半那时候，应该水就已经过车底了，然后10点的时候，整个地下室就已经淹满了。即马3只，工作要搁调1只来，我搁新增1只大台，今仔要甲完成安尼。强降雨侵蚀，台南市中西区、永康区拢有灾情。安定区的港尾下游啊做大水，抽水站一直伫咧放。西南气流强，落大雨做大水。行政院长倒英台初3早起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工作汇报，这是各部会调派人员物资支援救灾。这礼拜通过未来4年大型防水计划，加强内水外排抽水站设备。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会通过未来4年的一个防水的大计划，以及丹纳斯台风的一些特别条例。我认为这个都是一方面因应现在大家看到的状况，也因应我们未来要整个更大幅度在历年治水工程之后，把这些源头、把这些末端工作再把它做好。专家讲，治水工程有一定的设计依据，而这嘛气候变迁，降雨量有可能超过原本所设计的雨量。除了治水工程以外，也让用防灾管理的手段来减灾。从一些法令规范制度面，针对一些土地利用的限制也好，或者是引导也好去做，比较容易发生淹水地区，这些风险要跟民众揭露。譬如说我们的工业区，或者民众单独设立一些高价值的工厂，尽量的不要在这些容易淹水的范围里面。专家讲，尽量是用法律的限制来避免工厂或者是商店设置咧淹水的监视区，也有建立警示系统，在淹水警戒时阵，随通知民众撤离避难，避免灾害的损失。这拢是非工程手段会让减灾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我到伫台北捷运北门站有你可以去坐电梯，这个电梯啊，煞一声大声，随快速降落，你可是着惊，加载人是无安怎。也台北捷运公司是回应讲，因为在电梯边送电有各样，才会发生这个意外。电梯拢是人总话到无共站，互民众坐捷运方便，刺激坐车缩短时间。对老人、有心的年人、行动无方便的人，电梯尤其重要。正确是旅客坐电梯行到要死。电梯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很像大怒神，就是瞬间往下掉。我现在搭电梯应该是说我不会一个人的时候进去，对，因为有一点害怕。出台坐电梯伫北捷北门站，旅客林小姐讲，初3早起11点外坐电梯，雄雄传来爆炸声音，坐来一时啊就落落去，一度徛伫中央，手的也拢是粉尘，赶紧去紧急电铃来反应，电梯才开始慢慢来下降。我是没有碰过，那他们这边是常常维修电梯。很多东西都是等到发生状况的时候才要去做，它平常应该要做的。遇到电梯急速下降，旅客有惊无险，无因此受伤。不过北捷电梯出包，平常时的维修检查是不是有落实，也引发注意。经过北捷公司调查，指出这个专案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出自台电供电无正常。台电端电压瞬间压降，期间捷运
北门站一部电梯抖动停顿。至于黑色粉末，是电梯震动风扇上基层由出风口吹出。特高压的线确实有电压的一些这个变动，但是它是没有停电的。但是电压的变动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末端的这个用户设定的比较敏感，就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设备去做影响。台电证实电纜一度出现变动，不过详细原因也伫调查。北捷也补充说明，旅客讲的爆炸声来自电梯自主安全保护机构动作所产生的动车声音，不是爆炸。进电梯的设备已经恢复正常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智利中部的东控，伫咧当地时间8月初1放起，造成5个人掉伫咧内底。即卖已经找到2具新尸，阁有3个人等人来救。意外发生了后，炭坑所属的智利国营东控公司随下令停止所有作业，全力来展开抢救行动。到日认到超过100人。外电报道指出，业者伫事件发生了后，用特殊的装备正确定位掉伫内底工人所在，随即来进行抢救。Toda atribución de responsabilidades, todo tipo de quién tiene la culpa de por qué sucedió esto, se tiene que saber, y lo conversamos con la familia, tiene que haber justicia y claridad, pero todas nuestras energías hoy día están en el rescate. 2010年，智利也发生大规模的东控炭坑崩裂事件，最后奇迹救出33名的工人，引发全世界关心注意。这摆参加搜救的救援队，有部分就是当年奇迹救援成功的队员。智利政府强调，智利的东控开采讲是全球上安全的，工人伤亡率是0.02%。根据外电报道，坑道崩裂前一天，也就是7月31日，被传出 M4.2 地动，是地壳自燃的能量释放，也是采矿作业所造成的，也等待调查。矿工团体认为，智利的矿场安全以外，有真大改善的所在。Bueno, es una tragedia la que estamos viviendo, es algo que no nos gustaría o no nos hubiera gustado que hubiera ocurrido. Lamentablemente ocurrió, pero estas tragedias tienen que darnos aprendizaje, tienen que darnos enseñanza. 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年2025年正是天主教25当一届喜年，到定哦是办庆祝仪式，有148国、正100万的少年人去到罗马参加教宗良14世所主持的弥撒。第7个军用直升机降落伫咧杜维加大学的空地，教宗良14世落飞机了，随坐这台伊专用的无坎挂的车，未输是摇滚名气同款接受全场群众的欢呼。天主教的喜年庆典每25年办一遍，今年的庆典有146个国家的青年来参加，以欧洲上济，也过有真侪青年是来自战争甲冲突的地区，包括中东、缅甸、乌克兰、南苏丹。教宗希望全世界少年人用友谊化解对立。L'amicizia può veramente cambiare il mondo. L'amicizia è una strada per la pace. L'amistà è il cammino por la paz. 因为真侪来参加的人是来自西班牙语的国家，教宗除了用在地意大利语致辞，伫台顶讲话时阵，有几多段是用西班牙语讲的。Hace siglos, San Agustín captó el profundo deseo de nuestro corazón. Es el deseo de todo corazón humano, encontrando a Jesucristo. ¿Cómo construyó su futuro? Siguiéndolo a Él, Jesús, su amigo desde siempre. 这嘛正拄好是北半球的热天，澳洲天气正热，就来参加喜年庆庆典的外国青年，因为天气伤热破病甚至死亡。Maria, ventenne, spagnola, e Pascale, diciottenne, egiziana. Entrambe hanno scelto di venire a Roma per il giubileo dei giovani e la morte le ha colte in questi giorni. Preghiamo insieme per loro. 为了要招待200万来自各国的民众，意大利差不多是全国总动员，当地教会也动员1000位神父，用10几种的语言主持参加者的参会仪式。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
破发现金1万，敢会有变卦？总统赖清德已经公告讲，今年10月31之前破发现金1万块。不过行政院这边讲会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都有媒体报讲是要针对破发现金这层，佮加入排付条款。好，国民党立委陈耀典就讲话啊，讲行政院若要甲破发现金这条收掉，伊就会提案，甲国土安全论成1500亿摕来发现金给民众。立法院进前3度通过强化论成特别条例，规定每人破发现金1万，今年10月3日进行完成。总统赖清德已经依法公告，不过行政院表示会适时来提出释宪，也会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强行为破发现金投下变数。国民党立委陈耀典强调，若行政院收掉破发现金，会提案甲国土安全论成1500亿换做破发现金的财源。不用举债，同时也可以不用让民进党的绿油友们从中来赚钱，可以让百姓真正的拿到结结实实、踏踏实实的1万元现金。陈耀典讲，要编国防预算，会使另外编用专门法律来讨论用途。也让咨询团说，行政院提出特别条例修正案，对着破发现金纳入排付条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行政院经用媒体来测方向。也让民进党立委林俊贤认为讲，排付符合社会公平。普发现金1万啊，不管你的精神是要来刺激消费或者是社会福利，那么都应该要排付。在过去的几次做法也都是有排付。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空中楼阁嘛。你要提什么修正案，你就大大方方提出来啊！怎么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就透过媒体要打草车风向。有关未来特别条例修正，行政院人士搁再讲到，会以国家财政结构、各项事情优先的顺序加调研沟通方式，最具体有效调整。行政院的官邸本礼拜送出特别预算，送请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好，也这1万也袂发互民众，就先互诈骗集团摕去拐钱，伊用短信骗民众点入去假网站去捞信用卡才个人资料。也是讲，甲民众讲哦，这1万块会当先借出来摕去投资。提醒咱观众朋友，这拢是假，唔通哄骗去。他这种病比较特殊，还叫我去看看，说我能不能帮他。治疗亲情的囡仔破病，真需要钱治疗，婚姻人真着急。我父银行领钱，规身干想要救人。姐姐的小孩生病，然后要100万，那你有什么病你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很谨慎了，我还有定存，我就来小孩可以这样子。婚姻人讲有小心处理，不过连地来病情拢也无啥清楚，就要提出上8万到3天。无法具体说出就医医院及联络方式，前后说辞相当矛盾。经员警说明相关诈骗案例之后，女子惊觉遭诈。警方到现场可能点起70多岁婚姻人，莫互假亲情骗去。不过早起的出头真多，更加地震发生的代志骗人。破发现金1万，明明也未实施，诈骗集团却是先一步摕来做钓利，发一个简讯假设网站，骗民众点击，骗人这信用卡号加个人资料。我们公司呢，它是负责这个存款保障的一个保险，那跟这个政府的普发现金的一些行政作业是没有相关的。中央全保护冒名，也互因赶紧来发声明，强调就算政策实施，也袂经手这相关的业务。加在这类钓鱼的简讯，初步也无人互骗去，也过用破发现金来骗人，手法哪这种。有的民众可能会以为已经发了，或者是可以什么预先申请啊、预支使用之类的，他们就是利用跟民众这个资讯落差去做诈骗。警方接到报案，有诈骗集团讲，这笔现金用提前来有借，所以讲骗人投资，已经有受害个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讲，大雨落无停，台东金轮这边的溪水涨悬来放花，这个土霉水也是怎啊冲入去这个邻居厝，有人就掉伫咧车内，因为迄水是淹到腰遮尔悬哦。也加在呢是无人伤亡，或是继续咧落有关爱注意，因为气象署表示讲，下暗到到明仔透早，这个苗栗以南雨共款势就真粗，伊阁上紧就爱到拜二，这个天气才会渐渐稳定。连续几落天大雨对山顶下来，台东太马里的金轮溪水位规个涨起来，大水甲当地一个休闲农场的民宿拢冲甲倒去。当地人讲，20年来毋捌看过遮尔大的水。报价在业者一家伙7个人拢已经撤离，因不现场有一只狗无走出来，徛伫咧正房顶头拦雨。这10几天雨都没有停，一直的下，造成今天的河水暴涨。
消防人员赶来现场，因为伫咧宝华边这条路有一个老大人开车经过时阵，车煞条条的，水伊唔到腰遮尼悬，真危险。好在在人有救出来，真平安。山壁顶头真侪石头崩落，在20线155公里又搁发生崩山，因为雨落袂停，工程人员无法度挖滚去清理。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台东太马里自7月2日开始观测的总累积雨量已经到733毫米。因若中南部更加惊人，高雄屏东有真侪测站超过2000毫米，台南嘉义云林也拢已经超过1000，而且雨也落也袂煞。明天呢，虽然西南气流稍微减弱，可是天气上面还是比较不稳定。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苗栗以南还有金门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出现的情形。气象署估计就要到吹过西南风才会较细，不过中南部也是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因若大台北地区也要注意过头了有大雷阵雨，吹6到吹9，太平洋高压增强，大部分的所在拢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另外，吹3所形成的轻度风台北落，这嘛是向东北方向直咧刷震动，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有草莓讲，都有民众讲哦，新庄邦桥一直到土城，拢有甚至啊，住伫咧高楼站都有看。好奈安尼是，农业局就表示讲，因为天气烧热，草莓讲哦生团较紧，这是季节性的生态现象。看到一只草莓啊趴伫咧窗仔门顶，民众赶紧用手机啊甲翕起来，因为这是因兜的窗仔门。伫徛起铁管门涂骹，拢看到真侪草莓啊，好真侪民众惊到。新北市最近草莓啊入侵，对新庄、邦桥、中和、福林大学一直到土城，拢真侪。进阳台的时候才发现，大概有我这个狮子大的，好像很少看过耶。我们是住在土城金城路上面，然后最近的话，经过那个金城路上面的时候，已经有2次是直接跳到我身上。去年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今年碰到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真侪人甚至徛街住伫咧悬楼站，也是看到这挂草莓啊。新北市农业局讲，这应该是一期日黄，中央政府并无解列这农业害糖，农会也无接到农友通报农作物受损，数量常常变较侪。专家讲，可能跟天气有关系。可是因为干旱，它就不孵化，它就进入到类休眠的那个状态。可是呢，突然来了一阵的雨季，比如说开始很频繁的下雨，因为聚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一起孵化出来。所以一起孵化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哇，怎么那个虫的数量比原来多很多。专家讲，因为草莓啊，唔是出现伫咧农业区，免啥担心负面的影响。农业局是讲，因为八个高温的环境，草莓对成长速度较紧，算是季节性的生态现象。但天气较凉或者是落雨，数量就会变少。不过民众是希望一寡草莓啊，上好卖来厝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是损害咱个人的健康哦。为着要应对病症，健保署长赵总用就宣布讲，9月初1会开始扩大低血油这个新药的给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3股加上心血管相关疾病，每年健保支出达到3400亿。统计超过850万人得到相关的疾病，将做民众上大的健康负担之一。为了应对疾病，健保署长赵总良初三宣布，9月初起的扩大给付，废止新药 PCSK9。LDL 要超过135以上才能用，把它降到100以上就可以用。好，那么当然它有前面的另外2线的药物用过，那么顽固型的，那么我们再把它加上去这个用药，那么可以降低这个心血管的风险。政府估头1年到第5年收费人数对1791人到5005人，药费是1亿增加到4亿3千万，使用原则上受部分的限制。不过今年3月初1，健保署再度扩大对着初期的慢性腰疾病的 SGLT2 白糖药，伊家确实反映讲预算有3亿，到总敢若用45万，因为这个用药限制伤衰，部分的朋友无法度来使用。受案在这个初期慢性肾脏病，或者是pre-ESRD， 肾脏的功能要在25到60分之间，还有它的蛋白尿必须要200到5000。那其实它等于是它不是或，它是且，
所以在这样状况底下，其实我们符合给付规范的这样的个案，其实真的少之又少，越早越好，越晚越糟糕。根据统计，糖尿病人每年门诊爱用健保5万点，不过若是爱洗油脂就要用到53万2000点。医界建议放宽条件，及早来使用，才法度减慢这个疾病影响，并且会伫最近总业协商时向健保署再提议，希望会使予更加多朋友得到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啥款？咱来看各个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2度，南部这边25度至29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高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第一台。蓝白两党他们是合力在慢慢的把台湾卖掉，而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国家认同找回来，把国会恢复正常。我嘛不是民进党呢，我是挺台湾的。